位伫安平路这间台南草写饼形象馆，是国内知名的团购海鲜饼卡卡食品，开了上100万，结合日本知名的动漫 IP 商品，创立第一间完美打卡的形象馆。在号上午正式进驻安平，希望伫安平虾饼以及镇区开创无同的好滋味。因为台南呢，它是虾饼王国，那卡卡呢做海鲜饼干，尤其是虾饼是卖的最火红。那从1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所以想说，17年下来，所有的渔港、海港全部都是卡卡的海鲜饼干，这么受欢迎的饼干，所以我们就先来台南这边立足，然后希望能够开一个形象馆，然后尽量往这个年轻化，然后呢青少年喜欢的一个 IP 的动漫，然后一起做结合，我们来做一个有活力的，然后又活泼的一个海鲜饼干，尤其是虾饼要往国际化发展。传统虾饼我们不可抹灭的是，它是传统下来的，是用蒸出来的虾饼，它把虾肉放在面团里面蒸出来，那这个是我们传统下来的一个好吃的虾饼，这个是没有话说。不过卡卡的姜烧虾饼它是用烤进去的，它是把虾肉变成一个海鲜酱，烤在饼干的表层，所以呢，它的做法又跟传统的虾饼不一样。那当然，卡卡有传统的虾饼，也是有烤出来的虾饼，都不一样的口味，所以呢，口味非常的多样化，欢迎大家可以来品尝看看。在台南的美食里面，安平是虾饼是很竞争的一个地方。那为什么卡卡姐她愿意来安平做这个插旗的动作呢？那证明说他们的公司经营的相当的好。我知道他们的工厂是合格的，是有 ISO 认证的，有 HACCP。它本身在网络销售，甚至于在国外的一个贸易上都做得相当的好。但是它为了要让虾饼的推广得更好，所以说它选择在安平虾饼的故乡来这边做插旗。上午的开幕式包括台湾食品发展协会、台湾糖果饼干农业工会以及台南伴手礼产业发展协会的成员拢到场出席，场面热烈。在开幕第一天，就吸引不少的游客甲观光客进来。我们从那个新北市永和来，然后对我们就是一路玩下来到南部来，然后是要来看那个节目，就是那个神秘五金行。然后刚刚看到这边开幕，很多人聚集，就想说这是哪一家店这么好吃，这么多人。然后刚刚现场买的真的很好吃，因为它跟一般的虾饼不太一样，它是硬的。我们刚刚沿路是有吃那个是软软松松的，然后刚刚又听到有一个嘉宾说他甩油45%，然后想说，对健康很有帮助，所以觉得很棒，欢迎大家来买哦。很好吃，怎么样？好吃？来咬起来怎么样？就是很脆，这个很脆又很硬，然后它口感很好吃。在开幕期间，业者除了祭出优惠的好礼，另外还有饮料吧免费无限畅饮。每天巨无霸月亮泡泡虾饼，限量10块的铜板价，以及明星餐点海洋烧饼。在开幕式过后，业者嘛甲动漫的 cosplay 做伙采价，共同为台南炒虾饼来宣传。台南新闻引跟采访报道。